同学们，四川是一个旅游胜地，那里的九寨沟的风光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旅游。兔子落灯和鹦鹉嘉陵就来到了这人间仙境。老主座，四川呢也是国家南出之一，第一农年日杂地个地中季，主要东开没用于用住的大扩的用日月历，电林落电到南做年，每日电在海印的啦天多。啊是，日杂地个的。你那每日电的那边海是的呀？日差对个人同步当，车电就拿差，我用跟车个，把出代码，玻璃节耶稣节啦，我才千万俺是找吧的。到把的去呢，日差对个南区大玩就要比，日差对个是过位呐，秋节啦单独买几遍。当兵是巧有的，日杂地个的过于呐，秋我人啦单对没写完的，这了高个的。当兵的也，日杂地个吃呢，前差多点吧是严备，差吃人到个秋位，早晚年热大学门里些，日杂地个吃啦，点么大差呢，差吃人到个秋啦，单对买把这位短时点有的，日杂地个啦，错当。这个切穷家老远的，待到出门呢，吃些大东西少啊的。那走啦，怕给出呢，龙大马波当，启动游客，刚日干部，那俺不记着昨年恰位，相当几多点把是唱的啊。却这话马开动，年年听对没人呢，成都那个姐姐这个啦，大过些节的嘞。这个的日差的跟错当，这个工资你就大为人程度啊！年纪早运集中的哟，这个的越差了越来越的。我的呢，怕去点在运气的。啊，姐姐，这个的女呢哈种直播的呀，去地洞，说起个孬的，程度哪样长度啊？从人家是安保党，家是游客，家是。马些里，我们还已经程度哪个见着，要这些比这个的没有的比巴当扎的啊。我呢，没拿着同家吃的东西，那些人多啊。这呀，天地大过的，连你都点把些的，那走了，去别家的，怕见就都凶多啊。我记得啊。哈哈哈，打连着凶松啊。打人热没？哈哈哈！这种等着蒙不西的苏西的从去地当，地呢当啥节秋一弄的，我用个拿菜就如年恰心，去你是了三度着纽约亲切的区别，愿意当也把这样门多啊。这呀，落地了，这人都到可能破住那了，得么大举动。对。靠近的当头呢，才把哈种感觉的。同学们，刚才这段情景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新词语。我主座，大家在讲个来木农的行为，他你撒巴拉记得。九寨沟，九寨沟。日杂的个，日杂的个，九寨沟，日杂的个，海子，海子，财务，财务，海子，
财务水，水，吃，吃，水，吃。热茶的个呢，四川新前我本地强水溶就可热茶的个种长者重大的内容的，嘎起里面配以嘎起龙边马老几样些，对啦，本地节种的个有别，热茶的个西边明巧吧的。热茶的个错破呢，每年都原因吧当，讲啥讲啦，对面拿茶的客源。龙边能采个家当节日月的，西中能个几代一边产业头。热茶的个呢，家用着几种抓紧感情的人比马采的，咱们需要抓紧着米头能用吃月。年冬等里大王阿位采节呢，阿瓦本地强水溶就可热茶的个一个用客的，家客一个就近为是秋天能的。家口人别，俺渐渐一个用客起啦，就有的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公个卡达能他年撒巴卡辛多。大家去他年撒巴得到下冲西下。九寨沟，九寨沟，热茶的个，热茶的个。九寨沟，热茶的个，海子，海子，财务，财务。海子，财务，水，水，吃，吃。水，吃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老千的年长下来人打电话机。电话机。老主座，早面演车运动用那这一个呢，老用个用错的这里些八个时候，等这些呢，前年啦，给你好大一连载出去给这里些比，人与比他去多比各个比。